情懷車展暨大家車嘅粉絲節。Hello，Come on，多謝晒。好鬼到發緊毛啊！皮褸加高度全部一套，名都會噏錯真老土。一班老公路爆緊粗，中佬邊個俾我呢個新名號？中佬洗下逼再比下有就到，死佬乜嘢乜嘢，衰佬乜嘢乜嘢 ，Come on！你有冇咁堅壯？谷一谷氣再對個天發射，邊喪邊鬼個波隻老禮老爺，一班友揸架車上身，去到半生鬼你夜唔夜？呢班友騙過幾個彎出火，再講多謝。有請我兩位 BB。更加一滴退數高啊！古董遮懶型其實深奧，我得個恩情你話錯，睇真啲單另有貓數。Come on！中佬邊個俾我拎我新名號？中佬踩下逼再比下有就到，死佬乜嘢乜嘢，衰佬乜嘢乜嘢 ，Come on！你有冇咁堅壯？谷一谷氣再對個天發射，邊喪邊鬼個波隻老禮老爺，一班友揸架車上身，去到半生鬼你夜唔夜？呢班友騙過幾個彎，出火再講多謝。俾啲掌聲唔該。Thank you，come on。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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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有我嘅裝，仔女家庭我有對天搭遮啲裝，身份成歲數難得改寫，一班友揸架車上身，去到半生鬼你夜唔夜？呢班友騙過幾個彎，一出口全部知寫。紅機加個肚腩未咁快射，擔起個世界未咁快斜，出面乜神再簡單啲，成中一位調情。多謝兩位，辛苦晒 ，thank you， 多謝花花，多謝時候啦。佢哋兩位非常之拍檔，一知道我要上台唱歌，咁佢話花花就話：喂，不如我哋排隻舞同你一齊玩啦咁樣。其實好啊，年年都係我一個人，俾啲掌聲兩位，多謝兩位靚女，同埋今日佢哋幾着數做得靚唔靚先？再俾啲尖叫聲兩個。OK，thank you， 好啦，嗱我哋第一首歌咧，辛苦兩位 ，thank you， 多謝。嗱我哋第一首歌咧冷門啲嘅，第二、第三隻開始。我希望全場朋友同我一齊唱，因為你哋一定識唱嘅，大聲啲唱得唔得 ？OK， 為你將睡眠忘記，通宵傾談，但已經頓成往事，還是記起，無道你的對罵是年紀小的不知，今天你會好激動啊！又一年見到大家啦，各位新朋友、舊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哇，今年真是天公作美啊！去年有誰來了？有沒有在的？全部都淋過雨㗎嘛？今年傾好啦，唔落雨啦，風和日麗啦。咁其實真係每一年見到好多車展嘅變化啦，同埋我哋今年情懷車展都有少少變化。我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呢？嗱，等陣先，除咗阿公子個 key 越唱越低，除咗遞咪嘅時間越嚟越長，啊，係咪啊？
得唔得？只有情緒毫無價值嘅，跟住落去搞法唔得啊！係啊，咁其實真係有少少變化，想同大家匯報下嚇。咁今年嘅情懷車展咧，大家有冇發現係多咗一樣嘢㗎？我哋企粉絲節啊，係咩意思咧？我哋大家車有咁多個平台，粵愛車啊、大家車啊、OMC 啊，同埋我哋線下嘅好多支持我哋，好似汽車幕係嘛、情懷車中心啦，仲有各方面嘅。我哋真係當大家係好朋友，真係 friend，陪伴住我哋嘅生活嘅每一日。所以咧，希望呢一日嘅 party， 除咗車，我哋以車會友；除咗主角係情懷車，仲有大家。所以我想，我哋大卡車嘅所有同仁，除咗出鏡嘅 friend， 仲有背後嘅我哋每一位同事，都喺呢一日同大家嚟一次 party。所以就有咗我哋可能跟住落嚟嘅少少嘅變化，除咗情懷車，仲有我哋嘅粉絲節。跟住落嚟咧，本來今年咧，我哋希望每一個事業體啊，每一個部門咧，都提供一啲節目出嚟，同大家喺分時段咁樣去玩嘅，係嘛？咁但係佢哋要加緊訓練啦，咁啊步越着越少，歌啊越唱越低 key。咁啊明年嘅話咧，擺喺大家面前要訓練嘅仲有好多，但我相信明年一定會更加精彩嚇。呢個有少少嘅變化同大家講翻。第二個係咩咧？好多人都話，你知唔知我哋有個群㗎？入選今年嘅車大概140幾部，有幾百部係落選嘅。咁啊，大家就搞咗個咩落選佳麗群啦，係嘛？佢仲自己頒獎俾自己喎，大家車落選車啦咁樣。咁其實真係幾好嘅。咁其實講明咩咧？首先要同大家好誠摯咁樣道個歉先。唔好意思，我哋其實真係好想等所有情懷車、中意車嘅 friend 帶上你哋嘅車嚟參加我哋嘅 party， 但奈何每一年我哋嘅場地就咁大，係嘛？我哋嘅能力都有限，自己又唔錢做㗎，泵水㗎喎，係嘛？咁所以咧，不可避免咁樣有好多我哋啲好精品嘅車去冇辦法去入選。而你個入選嘅標準咧，並唔係話你架車就係比佢更加優秀，你落選嘅原因唔係話你架車就渣過佢。絕對唔係咁嘅意思，只不過係輪住流，大家都有機會。所以今晚有人搞咗個 after party 嘅，幾好㗎，我有時間都會過去睇下。咁啊，大家玩起佢，由我哋帶頭，咁由大家一齊將呢樣嘢玩落去，咁咪好咯。我哋廣東人有種風格係咩？大家咁高咁大，都係平等嘅。所以每一部情懷車，每個車主，每個 friend， 我哋都係一模一樣咁高咁大，冇話乜嘢落選唔落選嘅。所以呢個希望大家去理解，希望大家包涵下。嗱，呢個第二個同大家匯報嘅第三件事，亦都係大家好關注嘅一件事情就係咩咧？我哋 OMC 雜誌好多人都問我個情況係點樣？舊年有邊個 friend 係買咗㗎？係咪仲有好多 friend 想要啊？因為我哋想將呢本雜誌咧，一係唔做，我哋啲風格做要做到精品嘅，所以咧我哋會係申請咗正式嘅一個書號嘅，所以到時喺咩方所啊嗰啲地方可能都會有得賣嘅。我哋希望呢本書咧會變成一個可以長久流傳落去，印刷製作都更加精美嘅咁樣一個好寶藏嘅一樣嘢留俾大家。所以咧，我哋個製作時間就有少少長咗少少，但係我應承大家一定係會做嘅。咁樣嗱，呢本書就同我哋嘅情懷車展係一樣嘅。呢個車展精彩係靠大家攞咁多車嚟，但係呢本書好唔好睇都靠每一位提供你哋嘅故仔。所以咧，同時呢度會有個二維碼。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掃碼，我亦都希望我哋本雜誌可以做到新華字典咁厚，將每個人嘅車都收落去，好唔好啊？乜嘢啊？係咪啊？你知道咩叫新華字典咩？有2本啊！哇，好少有僆仔知道新華字典嘅，犀利啊小朋友！所以咧，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掃呢個碼。嗱，掃完呢個碼要做啲咩嘢咧？將你嘅愛車嘅高精圖片一定要好清晰，一定有咁大得咁大擺上嚟。另外一個大家老規矩都知嘅啦，你同呢架車之間嘅故事，你要打動到我，畢竟要印落本書度㗎。所以大家好唔好啊？一齊將呢本書做好佢，有錢分俾大家咯。入選嘅大家都有稿酬，咁好唔好啊？係啦。所以呢個就係想同大家匯報嘅另外一件事情，就係我哋 OMC 雜誌一定會做，並且一定會有升級嘅。咁咧，同埋關於呢本書咧，我哋係想將 OMC 雜誌做成一個整體嘅。除咗將大家嘅故事收錄落嚟，我哋亦都參考咗啲全球方面海外嘅同行嘅啲做法，可能係某一款車
某一個品牌佢啲古仔越嚟越多，好似我哋而家中國車咁勁係嘛？會唔會有啲好值得我哋去寫嘅中國車，好值得我哋寫嘅一啲故事呢？咁可能會做一啲專冊嘅，而呢一種專冊呢，都係做緊㗎啦。阿卓係啦，邀請我嘅 partner 上嚟啦。阿卓跟住落嚟呢，就係負責我哋 OMC 雜誌嘅另外一個分支，就係做一啲專冊方面嘅一啲信息。你可以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下好嘛？嗯，好啊好。嚟俾啲掌聲，卓哥。嚟！啱啱咧，你講到話我哋OMC 嘅書啊，做另一個系列係做我哋中國車嘅故事，我已經摩拳擦掌啦。因為其實咧，喺今日呢個官宣之前嘅大概差唔多係成年嘅時間啦，已經做緊啦，已經喺度籌備緊呢件事。我哋喺水底做咗好多嘢，而家準備呢個冰山咧，尖出嚟啦。係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匯報下呢件事咁。係啦，所以今日好多 friend 都問我，喂，點解今年冇雜誌啊，冇書？係有㗎，我哋都希望將呢嘢做落去。點解第一本雜誌做出嚟咧？就係因為唔憤氣啫嘛。好似啲人話，你嘅燃油車俾人揸呢啲咁嘅老古董，我掉咗佢啦。我哋唔憤氣，我哋搞情懷車展，等呢啲舊車，等呢啲情懷車有尊嚴咁樣俾大家睇到，係咪啊？另外一個就係雜誌，冇錯。等我邊人睇書啊！但我見到啲小朋友話，你仲有查新懷字典嘅，我就覺得有前途啊！所以呢樣嘢大家放心，我哋一定會做落去嘅，好唔好啊 ？OK， 好，咁啊，差唔多啦，我就同大家匯報到呢度，咁然之後咧，有請 YYP 啊，好嘛？俾啲掌聲 YYP 啊！阿卓，唔係，阿卓仲有嘢講啊嘛？OK，咁我交個台俾你啦。OK，交個台俾你。好，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睇過汽車雜誌嘅朋友可唔可以舉舉手啊？啊，我知我做呢樣嘢有前途啦，咁就大家都知道我哋舊年出咗一本情懷車嘅雜誌啦。咁其實咧，做呢本雜誌嘅時候，其實我哋亦都係喺度策劃緊一樣嘢，就係喂，我哋以後可唔可以繼續做書啊？因為我哋而家咧逐漸發現視頻當然係一樣唔錯嘅，而家大家都中意睇視頻啦。但係發覺喂，好多嘢留唔到落嚟喎。我哋想留落嚟嘅嘢，可能最後都係通過文字嘅方式。所以舊年嘅情懷車雜誌，大家咁支持我哋，甚至今日我已經又問過好多現場嘅 friend 啦，喂，攞咗本新框框嘅書翻嚟，我話點嚟㗎？佢話喺閒魚收嘅咯，幾錢啊？100幾蚊，哇！即係我就知道原來我哋用我哋嘅熱愛做嘅嘢咧，大家係可以睇得到喺眼入邊嘅。所以我就喺度諗，我哋係咪除咗情懷車之外，可以有其他嘅選題可以做得到書嘅咧？咁譬如話，而家我哋嘅中國車越嚟越勁啦，越嚟越多好嘅中國車啦，我哋係咪亦都可以為呢啲咁犀利嘅中國車或者中國車創造嘅一啲事蹟，去將佢記錄起身呢？咁我哋喺諗緊呢件事嘅時候，突然間有一部車做咗啲好犀利嘅嘢出嚟，就係仰望嘅 U9X 啊！大家應該都有關注到佢喺紐北拆咗一個好快嘅圈速啦，咁係6分59。咁然之後我哋呢，其實從佢哋去今年立項去紐北嘅時候呢，就已經同佢哋做咗好多好深度嘅接觸啊，成咁樣就係為咗去幫佢記錄呢一件事。咁當然我有做咗一條紀錄片啦。咁嗰條紀錄片呢，係基本上係將佢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係已經呈現咗出嚟。但係我當時喺寫嗰個紀錄片嘅文案嗰陣時，寫咗好多嘢，跟住發覺中間有好多嘢，哎呀太細節啦，太技術啦，冇畫面啊，我就將嗰啲嘢刪晒佢。哇！但係刪嗰陣時，一路刪我一路個心揦住，因為第一個呢個係好多工程師佢哋嘅心血嚟嘅，我呈現唔到出嚟，我要刪咗佢。第二個就係，喂，我其實都辛辛苦苦寫咗出嚟，但係我唔可以喺個視頻入邊呈現出嚟，我覺得有啲浪費。所以我哋就喺度諗，喂，不如將呢啲內容呢變成一本書好唔好啊？於是呢，我哋就有咗後邊，我哋去揾仰望嘅工程師團隊就話，喂，我哋想將你哋嘅背後嘅故事做出嚟，好唔好啊？咁跟住呢，我哋就 OK 啦，揾咗佢哋嘅工程師，同佢哋一個一個咁樣一對一咁樣去傾偈啊，去問呢部車，喂，喺你嘅呢一個崗位上面，呢部車你做咗啲咩啊？呢部車犀利喺邊啊？我哋就係希望通過咁樣嘅方式，將我哋中國嘅汽車工程師咁有幾犀利，我哋中國嘅以後嘅汽車文化，通過文字嘅方式承載落嚟，慢慢咁樣去將呢樣嘢留落嚟，可能
到好多年之後，我哋再攞翻呢本書出嚟，再去翻出嘅時候呢，就會有另一番滋味啦。好，我哋睇完呢個就係我用咗大概個零月嘅時間啦，每個禮拜可能有1、2日都係喺屏山啊，同佢哋啲工程師傾偈啊咁樣樣。當然我自己都學咗好多嘢啊。咁然之後，我會盡量用啲相對嚟講比較顯淺啲嘅表達嘅方式，去將呢樣嘢表達到出嚟。好，不如我哋轉下一頁啦。如無意外，下一頁。好，冇錯啦。咁呢，我哋呢本書唔係講下嘅啫，係真係已經做緊㗎啦。咁呢個就係未來呢本書嘅一個封面同埋封底，大概都係會用翻我哋 OMC 嘅一個叢書咁樣嘅方式去做。咁就然之後我哋嘅內容呢，而家亦都喺度加工緊㗎啦。咁我同另外一個同事，我哋兩個亦都係用我哋平時除咗做本職工作之外嘅嗰啲時間呢，就喺度白白咁寫稿。咁其實成個目錄又好啊，定係書嘅內容，包括呢啲所有嘅相，都係我哋嘅團隊喺紐北嗰度同嗰啲工程師同煲同撈，佢哋喺嗰度留5日，我哋就喺嗰度留9日。前2日去影一啲採風啊，譬如話左下角嘅呢一張相就係我哋特登去揾一個，因為紐北其實咧靜雞講下，佢係唔俾用航拍嚟拍條賽道嘅。咁我哋咧就專咗一個小樹林入邊，因為我係喺2年幾之前去紐北跑100圈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成個團隊已經對紐北周圍嘅環境咧就摸到熟晒㗎啦。所以今年我哋相當於係將我哋嘅特長又發揮翻出嚟，揾翻呢啲咁樣嘅位去影咗好多好靚嘅相，包括呢度嘅好多喺賽道上面嘅相咧，亦都係我哋之前嘅紐北嘅經驗，知道邊啲位可以影得到靚相，我哋翻去嗰度影嘅。其實影相嗰陣時，影完幾張之後，都已經俾當地嘅嗰啲 marshal 啊，即係嗰啲介入口嘅安全員勸我哋走啦。佢哋應該都好奇怪，哇！呢幾個人都唔係本地人，點解識得嚟呢啲地方嘅咁樣樣？咁但係就係我哋將我哋嘅專業精神發揮咗出嚟，所以就有咗而家我哋嘅書嘅暫時可能完成咗20-30%咁樣樣啦。咁呢本書我哋會譬如話講呈現翻紐北呢個項目難喺邊啊？呢部車佢有啲乜嘢犀利嘅技術啊？跟住亦都會講翻呢個團隊佢嘅背後係點樣可以創造出呢個咁快嘅圈速，同埋一個496公里嘅時速嘅極速啊！咁我哋都會喺呢本書上面呈現出嚟嘅。因為其實我亦都睇過，大家都知道我玩 JDM 啦。咁我亦都睇過好多嘅日本嘅呢啲車書嘅雜誌，我哋就覺得其實我哋自己雖然話而家係視頻當道，但係我覺得書呢樣嘢確確實實係可以將我哋嘅好多嘅思考嘅過程啊，我哋一啲好多好值得去回味嘅嘢呢，係通過書嘅方式呈現出嚟嘅。所以而家呢本書我應該諗緊年底應該可以開始本書攞去印啦。咁至於到最後我哋本書呢，就唔單單係本書嚟嘅，咁入邊應該都會有其他嘅一啲紀念品啊咁樣成附帶俾大家。咁就係算係我哋呢2-3年嘅時間啦，我哋都喺度摸索緊一種同大家有更多聯繫嘅方式。譬如話我哋搞情懷車展啦，我哋搞 OMC 嘅呢一個車迷會啊等等，同埋好多線下聚會啊，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即係用一啲我哋力所能及嘅方式，可以等大家喺呢個汽車呢件事上邊可以連結得更加之緊密啊！所以我覺得做書對我嚟講，亦都係我其實自己係中意寫文章嘅，所以 OK 咯。咁大家就期待結果啦。睇下下一頁仲有咩先？仲有冇㗎？下一頁冇㗎係嘛？好。係啦，咁所以呢，就敬請期待呢本書啦，希望可以滿足到大家嘅期待。咁同埋除咗呢一部仰望嘅 U9X 之外，我哋仲有另一部，亦都係中國 CDM 汽車文化嘅代表車型，亦都喺度策劃緊做書㗎啦。所以書呢個項目，我哋會一直持續咁樣做落去啊，為我哋叫做中國嘅汽車文化呢留少少嘢喺度啊。OK， 多謝大家。好，多謝晒卓老師，多謝晒。哇！即係呢兩個男人不得了，啱啱講完嘅嗰個咧，令到大家好似身處喺產房出邊等緊個 BB，出嚟啦，就嚟要出嚟啦。喂，另一個要揸緊時間啦，嗰個已經入緊產房啦，呢個仲等緊洞房，等緊你哋提供嗰啲小蝌蚪啊！因為你冇你啲小蝌蚪生唔到啊，知唔知啊？掃咗碼未啊頭先？
都要提供嗰個情懷車嗰啲古仔啊，好嘛 ？OK， 一個唔覺意啦，嗱，我哋情懷車展今年嚟到第幾屆啊？第7屆啦，好多老朋友真係我而家後邊真係完全睇唔到個盡頭啊！咁我哋大家車言論幾耐時間啊？10年啊，一個年代啊！頭先咧，阿卓老師講咗一句説話，佢話原來我哋憑熱愛去做嘅嘢咧，係會揾到同頻嘅小伙伴，然之後甚至乎可能係奇貨可居嘅。過去嘅呢10年，大家車言論嘅一班兄弟姊妹就係憑熱愛去做緊呢件事。咁跟住落嚟嘅時間，大家長 YYP 要登場，同大家去回顧下呢10年我哋究竟做咗啲乜嘢嘢呢？有請 YYP。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啦，年年都有啲相似，但係年年都唔一樣。今年咧同舊年最大嘅唔同就係天氣咁好啦，所以今朝早影相嘅時候，哇！我真係見到大家每一個人同我合照嗰張相裏邊都好靚嚇，天又好靚，大家笑容又好靚，亦都有好多人話我又後生咗啦，係咪啊？咁做咗10年嘅大家車，做咗8年嘅情懷車展第7屆，咁我又越嚟越後生唔得噶嘛？呢件事會嗰個歷史嘅記載會有啲失調啊，所以我就帶咗呢個上嚟，係啦。咁呢個呢，佢就可以真實咁樣見證我哋情懷車展同埋我哋大家車嘅成長。因為第1、第2屆嗰時佢可能就咁多嘅啫，啊依家就咁樣啦，係啊。咁所以不如你講下你有咩變化？其實我講嘅話咧，應該冇咁真實，因為我今次懂車咧，所以就睇嗰啲 JDM 就覺得好有意思咯。前幾屆我睇車都冇睇啊，一成天都喺個車上玩遊戲。然後今次喺嗰個模型區嗰邊認識到好多朋友啊，就覺得好有意思咯。OK， 應該係一個少少嘅剪影，同大家好多在座嘅帶咗小朋友過嚟嘅都係一樣，同我哋呢個車展同我哋大家車一齊成長。咁啊，唔該你先，好嗎？得啦，你已經見證咗啦，拜拜。係啊，多謝晒大家啦嚇。咁今年有個特別大嘅主題就係大家車10週年啦。其實我哋自己公司內部都冇咩慶祝嘅，但係我覺得對於各位，對於大家睇我哋內容嘅朋友，呢個係唔可以唔提嘅，因為大家確確實實係好真實咁樣陪伴咗我哋10年。今日同我影合照嘅好多人會同我講話啊，我初中開始睇你哋啊，高中開始睇你哋啊，大概計一計，好似都冇邊個係啊小學開始啦，又係你啊，係啊，幾時你幼兒園開始係嘛？你係喺個肚裏邊開始嘅。對，他們是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聽你的了。有很多現在可能是聽不懂粵語的朋友，也在看我們的直播，然後也在現場。是不是？那要不要我們轉一下國語啊？對，今天其實沒關係，在線上看我們直播的朋友哈，其實我說的你們都能夠心神領會。那麼我還是用回廣東話啊，現場大多數廣東話，唔使鼓掌嘅，我哋都歡迎嘅，廣東話、粵語都歡迎。好多人唔知道我識講廣東話添，真係。好，咁咧，其實我上台咧就頭先情懷車展本身嘅成長啊，袁老師同大家分享咗啦。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大家車啦。我嘅呢個背景就同我哋大家車一樣嘅，慢慢咁樣流動，好冇？我哋慢慢流動就一張咁嘅長圖，其實大家喺門口都可以睇得到啦。我今日見到真係有啲朋友係好仔細企喺嗰度睇指呢個嗰個咁樣，有啲感動嚇。咁其實我哋係喺2015、16年嘅時候開始做呢個大家車。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做另一個網站啦嚇。咁我其實為咗做大家車，我係完全放棄咗淨身出戶，唔要以前嗰個公司㗎啦。咁就呢個公司一開頭我哋想做社區，點解做社區呢？就係我唔想淨係做內容啊，我唔想淨係插翻啊，我想同大家一齊玩，可以做一啲對大家有影響嘅產品啊、服務啊。所以我哋喺16、17年嘅時候，我哋當時社區一啟動，我哋就開始做電商。大家記得啊，我哋有個大家車商城，有邊啲人幫襯我哋買過機油㗎嚇？嚇舉手啊，係啊，雨刮啊，即係喺大家車商城買過，幫你哋嘅車買過嘢嘅，係啊。咁呢個就係我哋早期嘅雛形啦，但係其實嗰時做得好成功喎，
因為我哋第一次賣機油其實已經賣咗幾十萬嘅銷售額嘅機油。當時我哋啊連貨倉都冇啊，我哋嗰個機油係搬上辦公室放喺辦公室嗰度，一面牆都係機油，幾噸重啊！後來派啲3噸貨車運咗幾車先運走嘅。所以一開頭我哋就強烈感覺到其實大家係會好支持我哋，同埋我哋係真係有好多粉絲。當然依家唔懷疑啦，每一年嘅情懷車展我咁樣望出去，我一啲都唔懷疑呢件事啦嚇。咁所以我哋會更加多去諗下可以幫大家做啲乜嘢。咁於是就到咗2018年嘅時候呢，我哋就除咗電商之外，我哋就開始策劃做一啲厲害一啲嘅節目。18年開始策劃，19年大家睇到價值觀大風車，此處係咪要有啲掌聲啊？係啊，太多朋友問我幾時再拍價值觀啊？我話留喺台上講啦。其實依家我企喺台上啦，我都仲係覺得有啲慚愧嘅，因為講真，新嘅價值觀其實我哋仲係未去策劃嘅。舊年我講過話，我可能好似未諗到有好值得拍嘅嘢，但係實際上我覺得唔係，老實講。唔係值唔值得拍嘅問題，係我哋對自己仲係有一個標準，我唔想重複價值觀同埋大風車，我哋想再去 push 佢，再去做一個上一個層次嘅嘢。其實頭先阿卓講到嗰個書呢係其中一樣，但係仲有一啲我哋嘅諗法嘅，可能係我哋自己對自己有啲要求，即係真係唔想去重複之前做過嘅事情。所以再俾少少時間我哋，好冇？再俾啲時間我。咁啊，講翻。18年嘅時候，其實我哋搬咗去北島，有冇去過我哋北島總部嘅同學啊？有冇去過啊？係啊，嗰邊會細啲嚇，但係嗰邊都幾好玩嘅。尤其是嗰時18年有一次颱風水災之後浸晒我哋啲嘢嚇，都幾出名。咁啊，好啦，然後咧同期其實18、19年我哋就開始搞情懷車展啦。當時嘅情懷車展其實一開頭真係幾個運營嘅同事話：哎呀，不如〜我記得嗰時係阿袁老師同阿張鴻飛晚黑有個 talk show， 我哋就話：不如叫多幾部車過嚟撐下場啊！咁樣第一屆其實係咁樣嚟嘅，後來第二屆、第三屆咁樣慢慢就將佢越做越好。當然到咗大家車成熟咗之後，最近呢幾屆大家睇得到我哋係真係全公司放晒所有嘅心思，出晒所有大家嘅勞動力啊，過嚟做呢場活動啊，所以大家其實可以感受得到活動越嚟越好，亦都從一個側面證明咗大家車嘅體系越嚟越成熟啊！每一個同事佢哋做嘢都做得越嚟越好，所以係咪又應該俾啲掌聲我哋嘅同事們？係啊，依家佢哋仲喺大家各自嘅崗位上，差唔多有200個同事啊！除咗搭建物料、搭建呢啲我哋做唔到之外，但係其他嘅大家喺每一個攤位感覺到我哋大家車嘅攤位同大家嘅互動啊，都係我哋嘅同事。咁啊嚟到2021年嘅時候，其實我哋就開始做咗大家車兄弟團啦。呢個其實係價值觀嘅一種變種。接落嚟仲希望有更多呢啲變種嘅，因為我哋依家兄弟姊妹多咗啊，陣間大家可以睇得到嚇。咁多兄弟姊妹，我都想發掘下佢哋做啲嘢。咁啊，到22、23年呢，有一樣好重要嘅事就係我哋搬咗嚟依家嘅糧倉總部啦。有冇去過我哋糧倉總部嘅？舉手，仲係唔夠多嚇？歡迎大家平時再嚟。咁我哋亦都會將糧倉總部再去優化一下，再優化到適合大家過嚟打卡。我哋依家嗰個鐵幕店嘅2樓呢，喺度重新調整一下，大家到時候係真係可以帶朋友上嚟坐下試下衫啊，直接買下嘢啊，或者係當然我其實以前呢，老實講呢，我哋裝修呢個糧倉新總部嘅時候，我哋本來諗過呢一個叫動物園方案啊，或者叫做海洋館方案，就係大家自己過嚟打卡呢，可以睇到我哋啲人喺裏邊做緊嘢嘅。係啊，咁啊有一個隔住個玻璃咁啊，你哋喺出邊參觀，我哋就好似啲動物，我哋好似啲動物咁喺裏邊俾大家睇嘅。咁啊唔使每年一度嚟呢度睇得咁鄭重啦，係嘛？咁啊，但係呢個裝修方案需要一啲資源，俾啲時間我哋嚇。咁啊好啦，23、24年咧睇到我哋成個事業體咧，因為我哋翻咗新嘅總部之後咧，大家更多人支持我哋咧，真係非常多謝大家支持啦。所以我哋嘅汽車幕亦都除咗廣州店，亦都開咗深圳店。今年咧我哋開咗上海店啊，呢個係汽車幕嘅發展。汽車幕係我哋一個好認真去打造嘅產品同埋服務，可以講同比市面上係經得起考驗嘅。雖然市面上有好多同類嘅
產品，又或者有比我哋更低價嘅，但係我哋真係經得起考驗嚇。第二個就係我哋嘅服裝啦。今日大家見到我哋靚唔靚？我今日呢件衫好好睇啊！呢件衫係真係我自己都超中意嘅。我哋舊年有過呢件衫，但係今年呢個係2.0版本，係真係我自己超中意嚇。咁仲有今日有好多朋友揾我影相嘅時候，都係着住我哋嘅衫嘅。唔好以為我睇唔到啊！着住我哋衫嘅人同唔着我哋衫嘅人，我影相嘅時候個表情唔一樣噶。翻去睇下。好，咁啊，仲有我哋嘅其他嘅一啲我哋嘅周邊嘅產品啦嚇，包括我哋嘅車幫買啦。車幫買係幫大家去揾車，幫大家高效咁樣去揾到最抵嘅車嘅。咁仲有其實我講咗我哋嘅電商啊，講咗我哋嘅車膜，講咗我哋嘅衣服，其實大家可以睇到我哋係真係想去同大家有更加緊密嘅接觸啊！從一開始大家只係用眼睇我哋嘅內容，到你部車可能用緊我哋賣嘅機油，到你嘅車貼上我哋嘅車衣，好到依家你嘅身體同我哋嘅肌膚接觸呵。所以就想同大家越嚟越密切。點解呢？其實我又講唔出點解，我只係覺得大家係朋友就應該好親密咁樣，有更加立體、更加豐富嘅關係。我同袁老師其實經常去探討一個好深刻嘅問題，就係講真，我哋如果自己出嚟做個自媒體，賺錢會賺得比依家要多得多。但係點解我哋仲係會去做大家車呢個事業體？我哋會拉咁多人一齊同我哋做，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我哋可能每年因為見到大家，係啊。今年我哋做咗一個 OMC 咧，老實同大家講，我同袁老師好多嗌霎嘅，唔知應該點做嘅。但係唔緊要，因為 OMC 其實係一個接觸大家嘅一個新嘅一個界面。大家可以去幾個 OMC 嘅打卡點打卡啦，亦都可以打住我哋 OMC 嘅名義去組織你哋嘅車友活動，我哋會提供支持嘅。其實就係一個可能係更加民間一啲嘅，或者大家唔使有壓力，覺得哎呀你唔可以代表大家車去組織活動係嘛？但係你可以用 OMC 呢個朵，你可以隨便用咗我哋仲支持你。你去打卡你發 OMC 嘅嘢，我哋都支持，我哋都幫大家去轉發。我哋希望做一個民間嘅大家嘅組織，可以俾大家好開心咁樣、好輕鬆咁樣揾到組織。大嘅組織可能係大家車，細嘅組織係 OMC 係屬於每一個人嘅。我哋想做一個咁樣嘅嘢咁啊，仲有我哋一啲內容嘅革新啦，我哋嘅智能車研究所啦，喺所長志豪嘅帶領之下，過去1-2年基本上已經喺國內嘅智能車嘅領域已經成為咗一個非常之拔尖嘅一個 IP 啦。講開智能車咧，呢2日我喺廣州車展裏邊咧，有啲廠家問我話你哋呢個情懷車展係咪只有啲老車啊咩先可以參加啊？係咪只有啲好似啲咩 Benz 啊嗰啲話自己係100年老品牌嗰啲先可以參加？我就好老實同佢講，我話我確實依家咧，你話咩新勢力要嚟我哋情懷車展咧？講真，如果大家見到佢哋咧，咁肯定都係我哋拆翻嘅，亦都包容一下。但係我同佢哋講，我話我嘅理想就係將情懷車展做到我哋嘅新勢力都可以出現喺情懷車展上。即係咩意思咧？我哋再做10年、20年、30年做落去。今日嘅新勢力，10年、20年、30年之後，佢就成為我哋嘅情懷車。希望係可以咁樣嚇。咁好啦，大家見到其實呢張圖裏邊每一年都有我哋嗰啲大合照，公司嘅人越嚟越多。講到人咧，亦都要講下我哋嘅成個我哋同大家見面嘅我哋嘅 KOL 舉陣，即係大家睇我哋嘅內容就睇到呢班人㗎啦。等陣先，喺呢個環節之前，你係咪又要出嚟同我嗌霎啊？唔係同你嗌霎，我要加個彩蛋。我要加個彩蛋。我哋今日咧有等啲蛋真係好鬼調皮嘅。有幾位好特別嘅，我哋今日嚟嘅我哋啲觀眾啊，我好想引薦俾大家同大家打個招呼，好唔好啊？又得，好唔好啊？好啊。可能你都識嘅，我哋啲情懷車咧陪伴大家成長。呢幾位觀眾，唔係呢幾位大佬，我係睇住佢哋成長噶，唔係，我係睇住佢哋作品成長。快啲企埋一邊先嚟。好嘛，有請幾位大佬，睇下你哋認唔認得啊？各位幾位大佬 ，Hello。我都唔知有呢個環節嚇。係嘛？因為我都係啱知嘅。大駕光臨。啱知嘅。歡迎。OK。
哇，真係緊要。哦，真係緊要係嘛？哇！李國麟老師啊 Hello，大家好，多謝捧場。哇！真係大家好，我係黃子賢。 Hello，你好，多謝捧場。你好，你好。哇！做咩啊？做咩啊？你好。喂，Ben 哥，你啲 fans 啊？犀利！喂，國麟哥，國麟哥，你的 fans 啊？沒有。什麼沒有啊？都有現在。各位大家好嗎？各位大家好，喂，大家好。各位車迷、各位車友，大家今日好開心啊！各位車哥車嫂，未買車啊，快啲買啦，咁就要。咪係咯。你等咩啫？仲唔買？快啲啦！係啊，我今日其實真係好開心，係啱啱撞到嘅，呢個唔係設計嘅環節嚟㗎，啱啱撞到幾位老師就同大家打個招呼，好唔好啊？多謝。係啊，我係特登嚟揾你㗎。哎呀，係啊，有邊個唔識啊？你聽聞你好犀利嘅。對住咁多人喺度講大話，我哋特登嚟揾嘅你話你唔我係你粉撞到啊！絲嚟㗎。我嘅印度選題要揾你帶隊好唔好啊？好，好㗎咯喎！包你由頭舐嘢舐到落尾。我最緊要睇下你嘅情懷車展。係啊，多謝晒。喂，幾位老師嚟到，我想冒昧提幾個問題啊。好，我想知幾位有冇自己心目中嘅情懷車啊？關於車嘅記憶或者係新嘅車有啲咩嘢咧？我有盛家衣車，衣車，衣車都係車係嘛？俾你講咗添唔。係，我仲有個手推車。我有個我中意 MR2。MR2，OK。我中意個86啊，頭先見到㗎。哦，你嘅86，係啊，個86正。係啊，OK。不過頭先見到出邊有好多嘅情懷車，都令我好多回憶翻晒嚟。OK，多謝晒。我中意出邊嗰幾架的士。的士，我好中意你佢有的士牌㗎嘛？哇，大皇冠喎。係啊，我諗住翻去開工㗎啦，等間揸出去。有邊個要上車講下？我都好中意我部車啊！係嘛？係喎，好中意。你揸車係一個享受嚟嘅，真係好舒服嘅嚇。係咪啊？翻中山嗱，即刻走㗎啦！車你去高鐵站啊！即係就翻去兜路喎。喂，其實而家啲車咧，基本上你都唔使揸，你一坐上去得㗎啦，你撳個掣咁啊，自己要行㗎啦。啊，真係與時俱進情懷車又唔係喎，情懷車要有啲技巧嘅喎。係啦，懷舊嗰種感覺。懷舊車，即係個車又會識得震嗰只。我個避震差啲嘅意思啊！有細路喺度啊！大家唔好諗邪咗啊！講埋啲地震。邊個係細路？呢度個個都大人。呢個，你當佢大哥啊？呢個大哥嚟㗎，你咁我係細。大哥，大哥，你好，你幾多歲啊？你仔？睇住啲細㗎啦，啊！哇！8歲啦，過百歲啦已經一個6，哇！長輩啦，過百歲已經係。哇！越嚟越多人啊！好犀利，好犀利。我邊嘅朋友大家好，誒，山頂朋友大家好，好，大家一齊話好啦，你啊，1、2、3，好。情懷車展好啊！不如我哋同大家擰轉身合個影好唔好啊？可以，好啊！同事，擰轉身，你哋擰轉身啊！快啲，冇轉身嚟，我哋望啊！ OK，呢位，係後生嘅包低，唔好意思啊，後生嘅，好。嚟大家 ，OK，好，多謝幾位老師，真係多謝捧場，拜拜，多謝晒，多謝晒。好渴望以後有機會喺作品上面同好快見㗎啦，好快見。可以學習。Thank you。多謝晒，多謝晒。我希望可以同你去印度攋嘢之類。係㗎咯喎，嚟，喂，嗱，大家作證啊，好唔好啊？但係佢係唔識講印度話㗎。舐晒嘢嗰隻，舐晒嘢啊！係啊，等間見啦嚇，我哋個樣係印度人，但係佢唔識印度話。多謝晒。係咪多謝晒，哇！太有驚喜啦！哎呀，個心卜卜跳添啊，搞到我。係啊，咁所以大家，我頭先冇提到我哋粵愛車啊，因為今日我覺得大家唔使多提粵愛車，但係粵愛車嘅影響力真係唔單止港澳地區，仲包括咗海外、北美。今日仲有好多北美嘅朋友啊！見到有個車友咧，唔好意思個聲，喂，你夠大聲㗎啦，唔怕。係，喂，係，我見到有個車友咧，我好感動啊！佢話佢喺紐約，琴日翻嚟㗎。係啊，你今日睇完就話要飛翻紐約啊，好似仲方便過我翻順德咁啊！係，即係呢個真係情懷車嘅魅力啊！係啊，仲有
call 佢紐約個仔同我哋視頻啊！咁呢個時候我哋就請翻我哋自己成個 team 上嚟，好唔好？我哋其實係我哋同大家會接觸嘅我哋嘅內容嘅 KOL 同事，出鏡嘅朋友們嚟。係啊，幾位同事嚟，全部上台。上台，俾啲掌聲好唔好啊？請出我哋嘅 KOL 天團。係啊，一年一度啊，我哋卓哥，喂，好搭馬，好搭馬，好搭馬。嗱呢班人咧就真係一年只有呢一日係聚齊嘅啫。係喎，真係喎，真係嘅。哇！我哋有真係唔經唔覺咁多人喎。嗱，我哋唔使按後邊嗰張相，要唔要按後邊張相啊？唔使啦，唔使按啦，就咁啦，就咁啦。我都好怕企佢隔離㗎，同你講。我兩個最高嘅要企合埋啲，合埋啲，佢話影張相。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影張合照係嘛？好嘅。先陣間仲有合照時間。我哋擰轉。OK。唔係，陣間先擰轉，陣間先擰轉。好嚟。係。嚟，我哋先影張。嗱，1、2、3十，1、2、3十熟啊！1、2、1。嚟。3。好啦。 OK， 好。咁我哋 turn around。唔係，係咪？使唔使啊？唔使啊嘛。 turn around 先。OK。最尾先。好。我哋而家咧，不如每個人同大家講一講，大家依家最近係做緊啲乜嘢嘢，同埋對大家有咩想法，好唔好？咁呢個時候我就想有少少 Q 一下一 part 嘅，就係今年咧，大家睇到我哋陣容咧又有新嘅增加嘅。阿柳迪就回歸咗嘅。係。咁不如俾阿柳迪先講啦，回歸大家車，你先講，好不好？好。其實今天站在這裡還是很震撼的，因為我上一次站在這個舞台上是5年前，還是6年前，還不是這個地方，還不是這個地方，還在陽城創意園。然後就是看到這麼多有新的有老的面孔，就是這種內心還是很澎湃。然後我覺得可能在聊之前，可能有必要跟大家解釋一下，我這5年消失是去幹嘛了。我想問一下在座的朋友們有沒有小鵬和蔚來的車主？如果有的話，舉個手。有，但是不多，那就好辦了，我就比較容易吹牛逼了。對，我這5年呢是輾轉蔚來和小鵬在做就是智能駕駛的產品經理，比如說像蔚來2代平台的就是智能駕駛的可視化，包括整體的交互，都是我在做產品。然後像小鵬呢，比如說離車泊入啊。自定義泊車啊，包括一些智慧的泊出，這些包括園區的一些輔助駕駛通行，這些都是我作為一個業務的產品的 leader 在往前推進，所以這是我消失的這5年做的這些事情。然後呢，今年就是我覺得有很多的機緣巧合，感覺就是在智能駕駛這一塊呢，因為大模型的出現，對於產品經理來說呢，這崗位已經基本走到頭了。所以我決定要做一個轉型，然後也跟 VIP 包括曾志聰哥做過很多的溝通，然後就選擇說我回歸，然後跟大家車一起來做創業。但是呢，到今天為止，可能我的內容，我數了一下，就從我6月1號開始決定重新做自媒體，做媒體，然後到今天我已經拍了63期視頻了。但這些視頻呢，可能沒有在大家車的平台或者一些賬號上面有露出。所以在這裡呢，也做一個小小的自我的 PR，就是大家可以關注一下我的自己的同名賬號，包括在這個抖音啊、B 站啊、微博啊，都可以關注一下，我的名字在那裡。對，因為在座的其實都相當於是我的天使輪投資人。對，然後我也可以說一下，就是我接下來或者說當下在做的是什麼事情。就是我覺得我的優勢呢，在於我可能之前有5年的媒體經驗，然後我還在主機廠做過5年的產品經理。所以就是這些經驗組合起來，我覺得現在是我給大家來交付一些內容的時機。這些內容包括我對於智能品牌智能化理解，包括智能駕駛，我還是希望說能夠用大家都能夠理解或者通俗的語言告訴大家說，現在發生這些事情會給大家帶來一些什麼樣的價值，會怎麼樣改變我們的生活。包括現在我其實是非常非常深度的在使用各種大語言模型的，包括 ChatGPT、DeepSeek 還有谷歌 Gemini。我現在的感受是啥？就是我比如說我寫一篇文章，我覺得我就是在做一個主編，我可以告訴他們我的選題是什麼，我的框架是什麼，我的核心觀點是什麼，剩下的工作他們是我的編輯。而且呢，就是如果把它的提示詞做得足夠的好，我覺得 AI 沒有一個笨蛋，所以我很享受跟他們一起工作的這個過程。我也希望後續能夠把我對於這種
AI 的使用的一些心得或者体验，能够更多的分享给大家。所以这就是我这个账号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事情，还是智能化、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包括新的一些 AI 对于我们生活做了什么改变。好，然后最后还是再做一下小小的个人 PR，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个人同名的账号。好，谢谢柳迪。你在一个秦淮车展上讲了这么久 AI 智能驾驶，你不觉得你很危险吗？但是你其实是想考验一下我们的观众的素质、忍耐力有多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秦淮车是啥呢？我总结起来，它可能反映的是我们儿时的一些怎么讲呢？欢乐，可能我们在这个车上的欢乐。也可能是我们青年时代的记忆，也可能是大家成家立业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但是它跟我們未來是不衝突的。但是還有我想說，就是其實我們今天在看有很多很牛的秦淮車的時候，我們都會在說，哇呢個車嗰時候係幾先進啊，嗰時候幾犀利。所以點解我哋都係要去擁抱新勢力，要去擁抱依家先進嘅嘢？其實我哋就係要等我哋20年後都仲有得撈，係嘛？到嗰時候仲知道哇，嗰個時候好先進嘅嘢我哋都識嘅。那個時候叫回來看叫古典 AI 啊。好啦，咁啊接落嚟我哋其他未講嘢嘅同事，那個從那個孫珊開始吧。對，因為剛剛袁老師 VIP 還有卓哥已經說了，那就到我覺得我很榮幸第4個發言哈。那首先呢，今年其實像去年一樣，就我還是在負責像車言論的一些靜態動態的新車的內容。然後呢，像今年的話，我跟劉老師有點像，就7月份呢也開始去嘗試一些像短視頻，然後單營銷點，包括因為之前有問過大家想看什麼樣的內容，所以跟車有關的，可能拿車去做一個載體，比如說跟車相關的一些 vlog 呀，然後車上的跟大家的訪談節目啊，然後再包括說你們想看粵語說車，我已經在學習緊了，對，然後呢，今天呢就希望大家玩得開心，然後今天真的很，我覺得這個氣勢太龐大了，23年是觀眾，去年因為下雨，然後今天就真的是天公作美。好，那就下一個聰哥。大家好，我呢在公司跨欄。咁係咪要揾2個人做個欄俾佢跨下咧？嗰度有搬嗰個出嚟。其實都有替身的，大家不要相信，都演出來。高嗰度啊，都有替身。睇嚟真係衰嘅你班人。喂，認真做路人冇人睇㗎喎。你一個嚟扶住你啦。喂，啱啱邊個攞上嚟嗰10年冇得升啊嚇？阿聰哥係負責炒人嗰個，你叫佢跨欄，你死啊！你攞嚟講，我自己工傷可能冇得報嘅啫。冇啊！好啊，攞翻落去，講笑啫，係啊！你咪真係傷咗啊！聰哥係我哋公司好重要，幫我哋跨過層難關。唉，識講嘢，咁老土嘅你入身，可唔可以9年有冇得傾？有得升，9年有冇得傾？好啊，講兩句。好。我在公司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名頭，就是以前老是給大家雲踩點、雲策劃。這今年開始我可能會更多走出去，然後也做比較多越野車的一些節目。包括我前段時間其實跟袁老師去了一個地方，我們去了大涼山那裡。現在大家可能還看不到那個內容，我們在那裡做了一些公益的項目，然後我們去那裡。也就是說，我們自己其實會除了像秦淮車展這些很有溫度的東西，我們自己希望去參與更多正能量的事情，然後去做一些也很有意義的事情，自己也很開心的事情啊，所以會多走出去。謝謝。Hello， 大家好，我係娟子，我真係要過去1年啦，好快係咩？準咗好多呢啲粵語。我都係講翻普通話啦。啱就粵語好啊，粵語好啊，好啊，好好聽啊！你繼續粵語啊！大家覺得想要粵語定普通話㗎？粵語。好啦，今年咧有咩變化？我結咗婚，你哋知咩？我嫁俾小助理。嫁俾小助理，益咗佢啦，益咗佢啦。對，其實也要謝謝 YYP 啦。對，是因為他讓這個我的男朋友做我的小助理，我們的感情才可以加深。益咗個衰仔啦，係咪啊？對，然後我覺得今年其實
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公司是多么包容的一个公司，然后老板是多么就是对大家这么成就的一个老板，就可以看我，因为很多观众就说娟子不是在拍娟子的假期，就是在过娟子的假期。的确是这样。那我其实，在公司这么多年，就属于不太卷的那一个。反正我是过得非常的开心。我不知道 YYP 有没有很开心啊？反正可能他不是很开心。为了能不用工作。对，但是我其实，在我们11月份马上就是感恩节嘛。那我觉得每年这个时候，秦淮车展真的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每一年从不同的地点看到人越来越多，大家就是付上代价，然后来给我们一些支持，跟我们一起感受我们对车的热爱，跟我们对车的怀念跟回忆。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珍贵。因为其实我回忆以前，就会发现我以前做过什么工作，我可能很快就忘记了。但是因为这份工作，我跟人的感情，还有那份记忆，包括车带给我的这些回忆。因为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车是最像我们的好朋友跟伙伴的这样的一个物体。所以不管大家怎么觉得，我觉得车是有生命的，对吗？对，他陪我们度过了很多我们开心的时光、孤独的时光或者彷徨的时光，所以车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那在我的节目当中，其实我给大家拍的就是我跟车的一个真实的相处。那最近也是刚刚去了新疆，就是买了一个领克900，然后真的是小助理一个人往返开了13000公里，就这样自驾，他真的一个人哦。所以就是我们2个人都很喜欢自驾，很喜欢车生活旅行，因为生活本身也是一场旅行，就很希望跟大家多点分享我们真实的，包括家庭生活，还有跟车的连接。也特别感谢大家每一年能来，因为以前，我就跟袁老师说，以前我去到原石滩车展，我很羡慕那边的汽车展的一个氛围，因为那里呢人他们在车展上带着孩子，带着狗，然后吃东西，然后散步，打地铺，就是在那边聊天。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车展该有的样子。后来就来到了我们秦淮车展，我看到了我梦想当中的车展，尤其是今天看到有很多小朋友，还有夫妻家庭，他们也是在这边喝着咖啡，聊着天，然后拍照。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我们跟车相处的一个场景，充满了爱，充满了回忆，充满了温情。所以感谢大家来那对，如果大家想看我的节目，我也有自己的账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我不是所有的节目都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号上面。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你们。Alex， 到我们了，来，我们要一起的，哎。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智能車研究所。就不能遲一點。你哋個 AI 大模型好唔齊啊！你嚟多次，3、2、1。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Hello， 這是日常，這是日常，告訴你們了。 OK，美國都是這樣。3、2、1。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智能車。輸你哋，喂，有佢啦嘛，有佢啦嘛。行了，有佢字大家都記得了啊。得了。對，我們3個今年就在做智能研究所，我們做的是20年後的秦淮車，是不是？其實不用啊，10年 OK 了，10年已經 OK 了。最近我們做了很多的新的嘗試，比如說引入了喬妹之後呢，光電推車是不是變得更好看了？續航更無聊了，是不是？係咪？拍多啲同阿所嘅糖碎片啊！還有傻了，阿所不好意思了。他把真話說出來了，怎麼辦？包括我們的舊車 OTA，過去10年的老的電車之後 OTA 怎麼好看呢？也是結合有點像秦淮車的做法，包括玩車的那種氛圍去做，還有 Alex 各種一鏡到底了。自駕紐北有沒有看自駕紐北的？自闖羊城有沒有賽博鬥區區？把這種看起來很無聊，好像很 AI 的東西做得有趣化，做得生動一點。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就有點寓教於樂的感覺，就是通過我們的節目看一下，當下捲得這麼厲害，這麼多新名詞、黑科技的這些電車也好、智能車也好，實際體驗是怎麼樣的，也是很有導購意義的。係咪學到好多嘢啊？你學到好多嘢，特別同Alex 一齊嘅時候。就是自闖紐北，每一台車 OTA 之後變成什麼樣子，然後在 Alex 身上學到很多。然後我跟阿所呢，阿所真的是全公司
很卷的那一个，他根本就没時間拍你想說最拖的，帥你懂不懂啊？每天回到去就看到他，然後下班的時候也看到他。所以你是有什麼意見嗎？沒，我覺得他太卷了，我覺得自己就一對比就感覺自己很。沒有，我們故意的，就是要一個是我們就內部很努力的去工作，同時要有一個沒那麼有班味的人，做出來的東西就好玩一點嘛，係咪先？我是氣氛組，是不是？哎，感謝各位關注智能簽就所，關注大家車言論，謝謝各位。誰關注的趕快關注起來啊！謝謝。好啦，繼續啦。我呢個咩？喂，啊都得。揸曬佢啦。Hello，我係今日人未紅面先紅嘅李立山。嗱，各位睇下我塊面，認證我今日咧喺最晚太陽嘅時候，我已經出現喺度噶啦，已經同大家做咗個4面台嘅2個鐘嘅直播，先搞到咁紅。確認下，大家可以攞個手機影下，而家幾點？5點仲喺度，老闆5點仲喺度，小弟最緊要俾老闆知道。我知啊，你琴晚仲10點幾發一條微博添，係啊，應該係啱天黑嗰時拍嘅。9點啊嚟㗎啦，忙到嗰陣時先得閒，剩低可以影一影嘢。但係而家企喺度，我真係有少少感動，因為我望出去全部都係人頭，滿嘅都係人。首先感謝少人，好感動。感謝天公作美，第二感謝大家留喺度可以支持我哋睇咁耐，俾掌聲自己。同睇到呢個場景，我點解會感動啊？因為我認識好多做二手車嘅、做情懷車、做性能車嘅嗰啲二手車商朋友，一直同我講冇得做㗎啦，呢啲生意冇人玩㗎啦，玩嗰啲人就係嗰批人，佢唔會增加，玩嚟玩去嗰啲都係嗰啲人，佢玩完呢台玩嗰台，玩晒冇㗎啦。但係睇到咁多人點解嚟啊？因為有我哋公司有啲做呢啲汽車深度嘅人，亦都有啲負責講道人，比如小弟同埋嗰隻撚啊，嗰隻撚唔好意思，嗰隻撚。即係有啲人嚟呢啲負責深度啊嘛 ，AI 大模型，同埋呢個智能車鬥筆，同埋嗰啲深度成為深度，但係負責講道都有做少少嘢，所以我知道今日好多係第一次嚟城懷車嘅係嘛？有幾多第一次嚟城懷車嘅舉手？多謝。係咪？其實城懷車性能車仲有好多人嘅，佢哋可能唔知道啲嘢嘅魅力，或者佢哋未去而家太多新嘅事物，有數碼有電子嘅遊戲，但係汽車嘅魅力咧。如果有機會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仲有汽車，仲有車言輪，仲有粵愛車，甚至有正音少少啊 Long High Family 嘅呢個號咧，玩遊戲嘅時候咧，講俾大家知道呢樣嘢，我覺得係好開心。希望汽車嘅文化可以通過你哋延續落去，尤其帶小朋友嘅各位。Thank you，我覺得你好正，感謝你哋，今日好開心，激動，可能係每年我最開心、最興奮、最 high、加班最耐嘅一日。Thank you， 下一位公子。OK，hello。嗱咁我亦都係喺我哋情懷車嘅呢一個領域裏邊係為大家保駕護航啦。咁一直以嚟都係我哋好努力去服務好每一部車。咁首先要多謝所有嚟過中心關照過我哋嘅 friend 啦。有冇人嚟過我哋中心關照過我哋㗎？Thank you， 多謝晒。咁啊，我哋只能夠係盡我哋嘅能力去將你哋嘅問題去解決。咁啊，同埋就係大家互相多啲去溝通。咁我同埋工作彙報咧，都希望可以將啲日常用車嘅啲小常識咧，可以同大家科普下。起碼你嚟唔嚟醒都好，出到去遇到咩問題唔使俾人鋸先啊嘛。咁啊，我盡能力去做啦。咁仲有咧，我哋嘅公司係傾情，咁啊亦都而家有袁老師嘅幫手啦。咁啊，袁老師會揾好多嘅嘉賓資源同我哋一齊去玩起呢檔節目。咁啊，如果有啲咩好嘅提議，多多留言彈幕都可以同我哋俾意見，好嘛？多謝你哋嘅關照 ，thank you。好 ，hello， 我係車厘子。咁上一年起情懷車展嗰陣時咧，我同大家講話，我哋係做緊粵愛車探店嘅。咁今年俾大家交嘅一個作業就係，我哋粵愛車探店咧，除咗全國東省每一個市級都有籌期之外咧，我哋係澳門同埋香港，亦即係大灣區，我都係已經籌期完成㗎啦。係啦，我哋已經籌晒期㗎。咁呢度咧都係要辛苦各位粵愛車嘅朋友啦，同埋更加辛苦勤力哥。勤力哥去邊度唔知啊？然之後咧，勤力咯，可能已經又去一籌緊期咗嗬。好，咁今年咧我哋都係會繼續做緊 OMC 嘅動作。咁而家在場嘅朋友仔咧，喺 OMC 社群嘅舉翻個手。
好多啊，好開心啊！係啊，好多仲未入群嘅咧。嗱，喺身邊嗰度都有一個二維碼嘅。咁我哋今年仲專門做咗一個 OMC 嘅一個大本營專題啦，你哋都可以喺上面了解更多我哋 OMC 嘅，包括 OMC Station 打卡點啦，同埋我哋 OMC 嘅社群活動啦，無論線上定係線下嘅，都係可以直接喺上邊了解到嘅。咁好似今年你哋有見到 OMC 廣東 mini 車友群啦，咁呢個群咧今年就係特別積極一齊出去玩嘅。咁我哋都希望將呢一個一齊線下車聚一齊去玩車嘅呢個氛圍咧，帶俾更加多嘅朋友。咁無論你係單個車型群啦，或者你係踩單車，或者你冇車有電雞啊嗰種，都可以參加到我哋嘅社群，加入我哋，咁同我哋一齊去感受呢個玩車氛圍嘅。所以如果仲未入群嘅咧，可以先掃翻個二維碼嚇，加入我哋嘅社群，同我哋成為一個更親密嘅玩車朋友。咁交翻俾我哋嘅情懷車展總負責人芳姐。辛苦芳姐。啊，芳姐。Hello。咪喂。你睇下你漏衫。幾廿碌嘢對住佢。你睇下你漏衫。嗰支係遞過去。Hello， 俾面就叫情懷車負責人啦。咁其實就係用嚟孭鑊嘅嗰個嘅。咁所以好好嘅就係因為我哋真係有一班好好嘅團隊，跟住做咗7年啦。咁所以好多嘢都係自動波嘅。咁所以我覺得每一年其實都會有唔完美，但係因為有呢一班兄弟姊妹撐住，係令到我每一年都可以好圓滿咁樣走出呢個現場。咁所以其實好需要你哋嘅聲音話俾我知，我哋嘅每一年有冇做得更加好，同埋有冇進步？有冇啊？有。下年仲嚟唔嚟啊？嚟。3年又3年咯喎，下年已經第3個3年㗎啦喎。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係喎，咁所以就係約定你哋第8屆、第9屆，你哋陪住啲車慢慢變老，我哋陪住你慢慢變好。好。OK， 交俾我身邊嘅男人。頂流！喂，有明星啊！係唔好收聲啊，好煩啊你！都講晒啦，攞支咪都需要人嘅。咁啊，多謝大家嚟啦，同埋繼續支持粵海車啦，支持大家車言論啦，支持一定店啦，同埋呢個 Long High Family 啦，嚇，同埋我哋一啲創新嘅項目啦，啊，講完啦，差唔多。一齊嗌一定掂！一定掂，一定掂。哦，同埋快啲溝下油啊、花啊佢哋啊，阿小娜啊 ，OK， 好。OK， 咁呢個時間就要請我哋所有嘅 KOL 咧，就真係擰轉身同大家進行一個嘅大合影啦，好嘛？一年一度嘅呢個環節都真係我自己每年喺情懷車展最中意嘅一個環節，因為真係非常溫馨。地球大合照啊，嚟！係啊，呢個真係全家福啊！呢個同大家一齊先至叫做全家福啊！情懷車展越嚟越掂，多謝大家！成個活動咧結束咗之後，就會喺所有開到過去做檢測嘅呢啲汽車當中，真係性能最差嘅嗰個，數值最唔掂、最慘嘅嗰個，係免費送一套車膜俾你。大家知唔知點樣玩啊？嗱，見到啦，貼咗我哋嘅嗰個窗膜，仍然係覺得呢個熱，跟住咧用咗幾千蚊貼嘅呢個，喂得唔得啊？咁樣4S店送嘅嗰個有冇用啊 ？OK， 好啦，你哋咧直接可以係掃呢個碼。提前去預約，去到呢個嘅門店，去俾佢哋幫你 check 一 check，就將你個數據錄入到我哋嘅呢個門店嘅系統嗰度。真係成個活動係去到今年年底結束之後，我哋會喺後台揾就係最數值最差、最慘嘅嗰個，直接係會送一套嘅呢個車膜俾你，好嘛 ？OK， 歡迎大家熱烈參與下。好啦，咁啊跟住真係嚟到咗一個ending， 又要嚟翻一個高潮啦。咁啊，即係通常都係即係去到最尾係嘛？我哋春節嘅嗰個春晚都要唱翻隻難忘今宵啦。咁我哋嚟到咗我哋舞台部分情懷車展嘅壓軸嘅節目，係咪要聽下我哋嘅主題曲啊？主題曲除咗有趙公子，仲有邊個啊？大聲啲叫佢哋嘅名！有請趙公子同我哋嘅嘉賓靈山村幫帶出我哋嘅主題曲。多謝大家，多謝晒。Hello。應該識唱係嘛？你叫聲好冇？你點樣玩我今年？玩㗎，玩到盡㗎，嚟啦！第一句我覺得佢唔記得咗。他
被時間點慢慢平息。唱快咗啊！共我再寫都是淚，每天與我擦身經過。有出活地，但不多，能打波。識唱可以一齊唱喎。準備咯，準備啦。從小有一個小心願，能擁有自己心愛的國家，為你遮擋風雨，愛的身邊你陪我萬里的路，回憶帶着遺忘的姿態，卻困在我心內，忘掉不了情。懷這是你。Thank you， 俾啲掌聲兩位，多謝。咁啊到你 rap 噶喎，講好咗點唱㗎嘛？全程交俾阿公子。我知你跟大你啊，大佬點 rap 啊？都識地嘅，試下啦，一齊啊，望住我。係啊，望住你睇。加油啊！Hey, come on！之所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因為都豐富，需要太多天賦，都要佢有佢嘅味道。為你補救學會爽過，甚至入喪咩都唔使講，再多個問題都可以修補。擁有你係我執到，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世上無難路，因為有車。佢從日出陪我追趕住日落，聽我兄弟同 friend 嗰啲 friend。你多謝佢曾為你擋風擋雨，在我心愛的他，好溫暖的家。幾難嘅路無需介懷，最緊要自己架車一定只要揸。隨時間的慢慢流走，也有點生手。時代在拼命改變，但我能遵守。盡是由衷説懷寫不可水替，唯一獨有，明你與生鬥，坐進車裏漸漸淡化傷舊。準備啦喎，副歌。人生已走過幾多年，能擁有自己心愛的座駕，能讓你活得謙喪。奔跑於街道，陪我踏每一步，那段回憶注入我情懷，如向往中是熱火，羨慕多較羨未夾咗，未夾咗，在上我。誒，大家雙手好冇？沙啲嘅朋友，唔好喊啊，公子！成一年喊咗啊，我知。唔好喊，唔好喊，真係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喊。有冇紙巾？大家有冇紙巾啊？我借我個膊頭俾你。用晒啦，又用晒啦。出多謝你。多謝晒。Thank you， 多謝三位。呢個時間我哋都係請阿公子同埋我哋嘅兩位嘉賓，擰翻轉身啦，同我哋嘅現場嘅朋友影相啦，影個相好唔好啊？咪擰轉咗咪睇唔到㗎。因為真係呢張就真係我哋呢個舞台主舞台部分嘅最後一張大合照啦。前面坐住個朋友仔其實係可以企起身近啲啲，但係唔好上舞台，可以大家再親密一啲嘅。因為陣間影完呢張相，主舞台嘅活動咧就要結束啦。跟住我哋嘅 KOL 會去到各個攤位。有15分鐘時間俾你哋去集郵同佢哋影相，好嘛 ？OK， 耶！大家舉高你嘅呢個嚇，舉起你哋個 V 字，舉高你哋嘅雙手。再一次感謝大家參與到第7屆情懷車展暨大家姐嘅粉絲節啊！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亦都祝願大家都係越嚟越掂，我哋明年見。多謝。多謝晒，明年仲係恭喜湖南省接棒全運會。Thank you， 多謝，多謝，多謝大家。係啦，情懷車展越嚟越掂，亦都祝願大家越嚟越掂。我哋下一屆再見。呢個時間有15分鐘啦，我哋嘅 KOL 會去到各個展位，去同大家去影相。
所以咧係今日集郵未集完嘅嗰啲，揸緊呢15分鐘嘅時間啦。15分鐘之後，有請我哋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嚟到我哋主舞台去影我哋嘅工作照。Thank you， 多謝，多謝晒 ，Thank you， 多謝晒 ，Thank you，加油！春年見諗到位，喂！ Thank you， 多謝晒公子。頭先喺抽獎環節，我哋有啲朋友仔係未領獎嘅。你哋如果咧係即係睇到自己咧，其實係中咗獎，但係未領獎嘅，記得咧過嚟舞台嘅呢一邊，過嚟舞台嘅呢一邊嚇，要去攞翻屬於你哋嘅呢一份專屬嘅幸運。再一次多謝大家，成華車展越嚟越掂，大家咁話 ，Thank you。